解碼阿聯酋房地產，我哋從杜拜呢一個最多人留意嘅地方開始。睇數據之前，點解杜拜作為投資市場會咁重要？三個結構性嘅原因，佢係中東北非國家中透明度最高嘅房地產市場，95% 人士都係外籍人士，需求並唔係依賴本地人口結構，高租金收入、資本增值同埋遺產稅都係0%稅項。呢三點加埋，形成咗一種非常獨特嘅市場形態，能夠高效咁吸引全球嘅資本。當你考慮到流動性同埋退出策略嘅時候，呢一點至關重要。呢啲數據呈現咗一個清晰嘅面貌，每尺1650蚊迪拉姆嘅入場價，反映咗一個已經顯著有升幅嘅市場。呢個唔係一個地板價嘅機會，而係包含咗個溢價、高流動性、市場深度同埋法律嘅確定性。2025年12.9% 價格增幅固然可觀，但同樣重要嘅係全年成交額高達6868億迪拉姆。杜拜呢一個市場交易量同區其他樓價相若嘅市場有超大嘅差異，佢意味住你能夠輕易出貨。黃金簽證200萬嘅門檻唔係只係一個居留嘅產品，佢係一個促進需求嘅驅動原因。無論市場嘅情緒如何，呢一個都係能夠令到特定層次嘅買家保持活躍。杜拜嘅優勢固然係眾所周知，但係值得確認嘅係佢背後嘅含義。法律嘅框架往往被低估，RERA 嘅監管同埋 DLD 成交登記意味住每一宗嘅交易都有記錄，每一項嘅爭議都有機制去處理。呢一個並唔係區內其他地方能夠比較嘅。而流動性呢一點，單單一年超過215000宗嘅成交，我希望每一位投資者都係認真考慮呢一個數字，因為杜拜喺呢個市場嘅價格層次裏邊，比起絕大多數其他，只係能夠提出呢一個嘅一小部分，呢一個溢價係真實嘅，而且已經係反映咗喺價格當中。呢啲劣勢至關重要，所以任何將杜拜片面描述為最佳地產市場嘅觀點必須提出質疑。2026至2027年間，會超過有30萬個單位提供，喺吸納能力開始慢慢放緩嘅市場當中，會構成一個風險。整體嘅數字睇嚟好強勁，但係可能並非每個社區都一樣能夠有強勁嘅增長。喺核心地區，高昂嘅管理費係侵蝕租金回本嘅因素。一個1000平方尺嘅單位，每年嘅管理費最高可以有35000迪拉姆。呢個係一個成本嘅扣除，所以大家係需要考慮嘅因素之一。我哋有值得關注嘅兩個機遇，合法嘅 Airbnb 短期租金回報可以高達8至12%，而且呢一個同長租會有顯著嘅差距。樓花市場方面有不同嘅付款計劃，可以喺交樓之後先至完成付款，令到投資者可以用到低啲嘅資本嚟控制嘅資產。所以關鍵嘅問題係發展商嘅增數同埋幾時交樓。如果交樓有延誤嘅話，當時買樓嘅時候所講嘅回報率都變得毫無意義。最需要注視嘅威脅係結構性，而唔係周期性嘅。同美元掛鈎意味住杜拜冇自己獨立嘅貨幣政策。當美國嘅匯率高企嘅時候，當地嘅按揭成本都會同樣高企，呢啲都會係成本之一嚟嘅。氣候嘅風險慢慢會推進，而且方向係明確嘅。喺機構投資者嘅層面方面，已經被納入為保險定價同埋 ESG 評分。散戶投資者喺呢個問題上邊，暫時嚟講未需要關注住，但係2至3個週期之後，呢一個差距將會逐漸收窄。最終嘅分析，杜拜係地區裏邊流動性最強、透明度最高嘅房地產市場。呢個唔係主觀嘅判斷，交易嘅數據已經證明咗呢一點。流動性係有代價嘅，你買入嘅可能唔係一定最高嘅回報，但係市場裏邊嘅深度、退出嘅靈活性、得到機構投資者嘅確定同埋法律嘅確定性，呢啲都係值得可以為你考慮嘅因素。如果你首要嘅目標係租金回報，可能杜拜未必係最正確嘅答案。但係如果你嘅目標係資本保值同埋增值，靈活嘅退出選擇同埋獲得黃金簽證嘅機會，杜拜係一個最好嘅市場。
先考慮你嘅投資策略，再相應咁評估呢個市場對你嘅機遇。第二集係阿布扎比，佢有更低嘅入場成本，更加緊張嘅供應量，係一個截然不同嘅風險特徵。如果話杜拜係一個基準，阿布扎比又係啲咩呢？下一集我哋將會解碼阿布扎比。